根据卫福部上新的统计，台湾的女性伫咧做家务，平均一天是做4.4点钟，而男性是1.48点钟，也这算起来是加码3倍哦。卫福部就伫咧母亲节即天办活动，希望互囡仔了解讲，做家务毋是妈妈一个人的代志，也家庭分工真重要。衣服很乱，乱都是谁去折的？妈妈，谁泡奶奶给你喝？我妈妈，你们家谁去买菜？妈妈。大部分的囡仔拢看到伫咧厝里的工课，拢是妈妈咧做较济。为着要互囡仔了解家庭分工的重要性，卫福部伫咧母亲节即天举办亲子活动，透过办公会啊来互囡仔了解摒扫的辛苦，知影摒扫毋是妈妈一个人的代志。家事就是大家一起做的啊，不然家事为什么要叫家事？家庭会议有讨论好，就是他们目前可以做的范围到哪里？根据卫福部上新的统计，台湾女性家己照顾囝儿、处理厝内大细项代志的时间是4.4点钟，比男性的1.48点钟加出来将近3倍。卫福部指出，现代社会女性虽然一定较无受到传统观念的限制，不过摒扫照顾的担当也是在女性的心上，就算是双薪家庭嘛是同款。夫妻的分工里面，大概妈妈要做的家务事的时间，每一天大概比爸爸要多2到3个小时。家事的分工应该更平等，它可能包括男性跟女性，也包括跟小孩之间。卫福部也表示，即马各地方政府拢有办临时托育服务，互家长临时有代志会当放心甲囡仔送去。目前全台拢总有220个托育资源中心，希望提供更较侪友善的赡养环境到分担，也避免现代女性出现一间大家双头thị的情形。记者戴阿双、柯敏哲台北报道。